这是我们家规矩。那我告诉你，不许浪费是我们家的规矩。这是在我们家，轮不到你说什么规矩。你有点素质行吗？哎呀，楚木，这叫素质吗？我去做菜。记住了。哟，哥回来啦。好，这两幅画啊是学阳母亲在世时候买的，所以他就嗨，那你怎么没早告我？你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我没碰着。对他没碰着，他就碰了一下框子。没事，框都没啊，碰着。框也没碰着，就碰了一点边儿。哥，今天我下厨，第一顿饭必须做的巨隆重。儿子，给妈打下手。哥，你歇着啊，做好了叫你啊。换换衣服，别穿着西装挺累的。一道菜也好了，大伙儿赶紧开吃啊！楚木啊，哎，今儿多吃点啊！嘿，放心。你呀，用不着提醒他，不把肚子撑爆了，他不带停的那嘴。薛洋，昨天跟你爸爸咨询半天，你爱吃什么菜？今儿做的基本上都是你爱吃的，尝尝我做的合口不合口？薛洋，你尝尝你文艺做的菜，相当不错。李姐，哎，这菜太咸了，倒了吧，再给我做一份。哟，咸了是吧？那李姐，那麻烦你啊。没事儿。李姐，我吃正好啊，不是好好东西干嘛倒了呀？没事，您该做您的。哎，你尝尝别的吧。你看我刚才吃这个了，这菜不错。李姐，哎，这个菜油太大了吧？倒了。哎，不是你这是冲着菜还是冲着人啊？你什么意思？这菜咸不咸，油大不大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好吗？你是想把菜倒了，还是想把连着做菜的人一块倒了？我告诉你，菜做的不好就是不好，不好就得倒了，这是我们家规矩。那我告诉你，不许浪费是我们家的规矩。这是在我们家，轮不到你说什么规矩。你有点素质行吗？哎呀，楚木，这叫素质吗？我去做菜，我去做菜啊！我没胃口。不是你干嘛呀你？这菜太咸了，油太大了，重炒怎么了？碍你什么事儿啊？又没让你炒，这孩子，对不起，三妈，我最近更年期，你们慢吃。你说谁呢？你给我回来！喂。哟，听这口气，还真让我猜中了。第一天的豪门盛宴不好吃吧？哎，我买了点外卖，要不要一块吃啊？进。是呀，饭菜都是李姐重做的，你快吃吧。我不饿。嗨，刚才楚木说那些话，这孩子有时候就那么讨厌，你甭理他，他老胡说八道的。刚才李姐炒菜的时候，我在边上看了，现在火候啊、咸淡呐什么我也都掌握了，下次我就知道怎么做了，没问题，啊。菜有李姐做就行了，你又不是保姆。嗨，为家人偶尔下厨房，这不是更有家的感觉吗？这是你们家的感觉，我们家不是这样的。这家你们已经进来了，我管不着。我爸怎么接受你们，与我无关。我有我自己的习惯，你们想让我顺着你们走，不可能。我不想针对谁，谁也别针对我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
您可以出去了。那你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啊。难为你了。哎呦，这有什么难为的？你真行。家里突然来那么些生人，孩子一下转不过弯来，适应不了，这很正常啊。我就爱啃硬骨头，你这么硬的骨头我都啃下来了，我还怕谁呀我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去看看楚木吧？用不着，没事儿，我自个儿去一趟就行。你安慰安慰他去啊，去。哎，你别忘了给带点吃的。哎呦，就别操心了，这。我就说跟这种家里的人没法打交道。哼，你说那都什么脸啊？再过一会儿，人家都能结出冰碴子来了。你听那话说的，根本就是让我跟我妈赶紧滚出他们家嘛。你就是难成大器的主，人家冰着脸说两句难听了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就应该对着他那张冰脸，美滋滋的把你饭吃完了，然后冲他打俩饱嗝，算是对他的回敬。他不是想让你滚吗？你明儿就搬去住下，反正只要你三爸不轰你，他肯定拿你没办法呀。你就天天在他房门口晃悠，他越不待见你，你越晃悠，一直晃悠到要么他待见你，要么他滚蛋为止。我怎么那么没皮没脸的呀我？啊？你要真想安慰我，就说两句管用的，成吗？我说的都是管用的呀。我觉得吧，这脸皮的事儿它是这样。你要是先把自己脸皮扔一边，把能抓到手的名和利都抓在手里，然后再站到一定的位置上，那谁都会给你脸啊，谁也都会把你脸当脸看的。但是你要是把自己的脸皮捧在手心里护得死死的，这也看不上，那也干不了，到最后落得穷的啷当响，谁也不知道你是谁。到那时候，除了你自己以外，谁也不会给你脸，谁也不会把你脸当脸看的，这才叫没脸没皮呢，懂吗？我今儿见你真是见错了，我这不给自个儿找堵子吗？再见。我的话真正有益于你的身心健康，营养丰富呢，你好好消化消化吧。这忠言还真是逆耳。学阳啊，我知道，咱们家这么多年没住进过生人，有点不太习惯。可是我跟文楠已经结婚了，这是事实啊。你能不能试着接受他和楚木啊？你干嘛娶个这么一人来？以您的身家和地位，多年轻多漂亮的姑娘都能够领得回家，干嘛娶了这么一大妈，还领着这么大一儿子呀？我要真领回个年轻漂亮的，你能接受得了啊？女人娶回家是做老婆，不是摆着看的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连这点道理都悟不出来吗？学阳啊，其实自从你妈妈过世之后，我就没有再重组家庭的打算。你说这么多年，我又是离婚又是丧偶，我累了也怕了。对能再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家，我已经不再奢求了。可是自从遇到文楠之后啊，他让我慢慢的感觉到了一种温暖，一种安定。这种感觉是我多年一直想得到而一直没有得到的，所以我就想试着组成一个家庭，也好让你和芝丽体会一下这种东西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别啊，你试试吧，只要你愿意试，他们一定会让你感觉到的。他们，我相信啊，楚木和他妈妈一样，都是有家庭气息的人。我听不懂。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，有您和我姐2个家人，已经足够了。其他的什么人和东西，你要觉得喜欢，就去享受您的。只要他们不来打扰我，我也没兴趣打扰他们。不管怎么着，饭得吃，王丽姐给你热着去。